由70年代邵氏片場啲導演將《金瓶梅》拍出咗《紅樓夢》嘅意境，限制片就開始成為香港嘅固有片種。但係多數嘅目光都係注重喺女星身上。其實喺電影入邊亦都有一班被遺忘嘅風月型男，佢哋喺香豔嘅鏡頭後邊用眼神同埋肢體默默咁去付出。佢哋當中有人為咗養家而吞下舞男嘅標籤，亦都有人為咗翻身而賭上星途嘅清白。任達華剝衫剝到手軟，曹查理扮禽獸扮到出晒命。但係鏡頭一熄，佢哋嘅人生係仲曲折過鹹片入邊嘅劇本，而帶俾大家嘅唔單止係荷爾蒙嘅催化劑，更加係殖民時代香港嘅縮影。每一個演員都係希望爭取向上游嘅機會。正如曹查理話齋，我做唔到正片嘅主角，但係我做風月片一樣可以係票房嘅保證。今集為大家帶嚟嘅係10位香港電影風月片男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外賣仔啊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留言、訂閱、點讚，未訂閱嘅朋友俾個機會我訂閱我啊！多謝大家。而本片嘅以下評論只係描述相關電影中嘅角色，並非針對同埋侮辱相關嘅演員。咁我哋今集就正式開始。第一位為大家帶嚟嘅係人形回紋針梁朝偉。梁朝偉喺1962年出世，15歲嘅時候輟學打工，做過報童同埋電器銷售員。1982年喺好朋友周星馳嘅鼓勵之下，報考 TVB 藝員訓練班。早期憑《鹿鼎記》同埋《新紮師兄》入邊嘅角色嶄露頭角，但係佢開始對商業劇集嘅倒模製作產生咗厭倦，於是進軍影圈。佢喺第5部電影《地下情》當中係飾演風流倜儻嘅米店少爺，同溫碧霞、金燕玲等嘅女星有多場大膽嘅對手戲。儘管部戲未被官方列為3級片啦，但係當中嘅情慾張力係成為當時街頭巷尾嘅熱議話題。佢喺浴缸戲入邊僅僅用毛巾巧妙咁樣遮住咗關鍵嘅部位，既展現角色嘅風流本性，又保持藝術嘅美感。呢一種克制嘅裸露，令到當時嘅導演關錦鵬讚不絕口。到2007年，佢喺李安執導嘅色戒當中，迎嚟職業生涯嘅最大挑戰。為咗飾演特務易先生，佢喺7日入邊完成咗3場震撼嘅床戲。據當時梁朝偉所講啦，係臨時被李安要求加拍床戲嘅，劇本就原本冇呢幾場戲嘅，但係梁朝偉心軟啦，就答應演出。但係到後嚟，佢有啲被出賣嘅感覺。呢啲所有嘅鏡頭都係十分之裸露，尺度亦都好大膽。演員湯唯係3點全露，而梁朝偉就係露出咗2粒墨魚丸同埋部分嘅絲華力腸。李安導演就表示啦，好少有電影可以好似呢部戲咁樣有咁繁多嘅激烈床戲，而當中嘅好多嘅姿勢同埋體位啦，都係挑戰人體嘅極限。外賣者係冇入場睇呢部戲嘅，若果有入場睇嘅觀眾，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喺個大熒幕度睇到咁匪夷所思嘅體位，係咪有震撼嘅感覺呢？而呢部戲因為意識太大膽啦，所以亦都俾大陸封殺。女主角拍完呢部戲之後就暫別娛樂圈，直到2009年拍攝《月滿軒尼詩》先至重返影壇。而呢部戲當時係都算成功嘅，係以4869萬嘅票房啦，榮登香港年度嘅票房冠軍，成為首部獲得呢個殊榮嘅限制片。而梁朝偉亦都憑住呢部戲斬獲亞洲電影大獎嘅最佳男主角。第2位係開山祖師爺許冠文。許冠文喺1942年出生，幼年嘅時候喺香港鑽石山木屋區長大。之後佢喺中文大學嘅社會系半工讀畢業，曾經任職中學教師同埋廣告策劃員。1971年，佢同細佬許冠傑主持雙星報喜爆紅，以市井幽默去打破咗英文節目嘅霸權。去到1972年，獲得李翰祥嘅賞識，主演佢第1部電影《大軍閥》。戲係李翰祥導演喺70年代重返邵氏影城嘅第1部作品。《大軍閥》嘅角色原本意屬係金馬影帝崔福生所擔任，由於簽證嘅問題啦，所以改由許冠文演出。呢部係許冠文嘅第1部電影，佢係需要剃光頭，而為咗隆重其事啦，喺當時削髮呢個舉動咧係有一個剪彩嘅儀式。另外公司都落重本去宣傳呢部戲。1972年嘅8月初，位於紅磡嘅海底隧道通車日，
喺邵氏公司同埋李翰祥嘅導演安排之下，許冠文以大軍閥嘅造型化身濟南軍閥，並且坐上老爺車，成為首批使用隧道過海嘅香港人之一。部戲係有唔少大膽裸露嘅鏡頭，公演之後嘅票房同埋口碑亦都好理想，成為1972年香港票房第3位嘅電影。喺1974年，許冠文自立門戶，徹底告別風月片嘅外殼，喺半斤八兩入邊塑造刻薄老闆嘅形象，以打工仔對資本家呢一個永恆嘅命題引發咗全民嘅共鳴。而該片亦都創下咗香港票房嘅紀錄。隨後佢憑住《摩登保鏢》入邊縮骨細膽保安嘅複雜演繹，成為首屆嘅香港金像獎影帝。有啲遺憾嘅就係當晚因為佢痛風啦，所以未能夠親身去領獎。2024年，82歲嘅佢喺《破地獄》入邊首次挑戰正劇，以殯葬師角色去探討生死嘅命題。呢部戲亦都打破咗香港華語片嘅票房紀錄，證明佢嘅藝術生命力係橫跨半個世紀。由木屋區嘅僆仔去到終身成就獎嘅得主，許冠文用笑住批判嘅藝術哲學，喺商業娛樂同埋人情味之間行出咗一條獨特嘅路，亦都成為一代笑匠。第3位係紮鐵打樁機吳毅將。吳毅將喺1961年出生，中學輟學之後做過消防員同埋海關嘅職員，甚至加入過職業足球隊寶路華，司職中鋒嘅位置。但係因為長期都係做後備啦，佢覺得冇發展嘅機會，再加上意外截斷咗左腳嘅腳骨，所以佢就退役去另謀出路。21歲嘅佢報考亞視嘅武師訓練班，點知報錯咗亞視嘅藝員訓練班，咁就順勢而為展開咗佢嘅演藝生涯。佢一出道就喺1983年嘅電視劇集《鹹魚豆腐白菜仔》入邊飾演男主角。而因為佢嘅外形硬朗啦，所以經常被定型為係一個肌肉男。而隨後嘅演藝事業亦都一直係半紅不黑。喺90年代初，佢為咗突破事業嘅樽頸，喺導演鄧顯成嘅力邀之下，接拍咗《滅門慘案之謝總》，係飾演性無能嘅退役軍人，透過扭曲嘅肢體語言同埋面部嘅抽搐，將角色因為生育壓力而引發嘅心理畸變演繹得入木三分。而真正令到佢封神嘅係之後虐殺入邊嘅社工督導阿偉。為咗塑造呢一個表面斯文、內心扭曲嘅惡魔，佢曾經喺電子廠入邊潛伏咗1個禮拜，去觀察主任嘅舉止。佢喺法庭戲面對智力缺陷受害者時候突然露出嘅冷笑，被影迷稱為香港電影史上最毛骨悚然嘅表情。拍攝強暴戲嘅時候，佢堅持唔用替身，同鐘淑慧反覆磨合動作嘅真實感，亦都導致對方唔敢再用剃鬚刀。而限制片嘅成功並未令到佢固步自封。喺1999年嘅時間，佢喺《反黑先鋒》入邊飾演鐵面無私嘅警探高喜，憑住正直不阿嘅形象洗脫咗變態呢個標籤，亦都成為當年 TVB 嘅收視黑馬。喺2017年喺《追龍》入邊飾演嘅肥仔超，用擔住雪茄串嘴嘅姿態詮釋咗黑幫大佬嘅複雜人性，亦都獲得導演黃精誠讚佢係將反派演出咗貴氣。到2018年，佢首次獲得演藝事業嘅獎項，係柯橋新銳電影節入邊嘅影視經典人物獎。佢攞獎嘅時候眼濕濕咁話：重影36年，第一次感受到攞獎嘅心情。但係更希望嘅係有機會可以演好下一次嘅角色。雖然喺電影入邊佢經常係演一啲硬漢或者變態嘅角色啦，但係喺現實當中佢係家庭嘅守護者。佢同港姐唐麗球結婚20年，恩愛如初，為住個女可以去加拿大留學拼命工作，亦都周不時登台表演。直到2016年啦，佢突然間大動脈血管撕裂，醫生係判定佢有30% 會癱瘓或者死亡。不過佢憑住堅強嘅意志力捱過呢一關，但係康復之後要終身服藥。而近嚟啦，佢亦都加盟咗師兄何家勁嘅勁家莊。佢幫勁家莊宣傳嘅時候話：佢而家雖然係開車送貨，但係好開心。雖然係辛苦啦，但係而家擁有健康亦都係開心嘅事。而做資料搜集嘅時候，外賣仔睇咗好多關於勁家莊嘅宣傳短片或者新聞啦，我感覺何家勁係有情有義。
第四位，墳場姑爺仔黃舒琪。黃舒琪喺1976年正式以童星出道，被電視監製賞識，而先後演出無線電視嘅《小太陽》同埋《歡樂今宵》等嘅節目，更加參與香港電台嘅兒童劇《小時候》，擔任何嘉琪一角，成為一時家傳戶曉嘅童星。喺1984年中五畢業之後，即刻加盟無線電視，正式加入娛樂圈。由於嗰時佢啱啱考完會考啦，所以就俾監製邱家雄安排喺青春學生劇《為人師表》入邊擔任第一男主角，以過來人嘅身份飾演一名應屆會考生。但係之後嘅事業就唔係好如意，多數都係演出一啲二三線嘅角色。於是佢喺1994年嘅時間就約滿離開咗無線。佢成為自由身之後，先以部頭嘅合約藝人身份為亞洲電視拍攝劇集。之後喺許秋怡嘅鼓勵之下，演出咗多部嘅限制片，亦都由滿清禁宮奇案開始打開咗佢嘅限制片宇宙。喺往後嘅日子，佢足足係演咗23部嘅限制片，而當中有14部係喺1999年拍攝。咁多部入邊，外賣仔對綠魔女嘅印象係最深刻。佢喺戲中做一個操控女性殺人奪貨去揾錢嘅姑爺仔，真係入型入格。而喺香港演員嘅姑爺仔界代表，除咗黃舒琪，外賣仔真係諗唔到邊一位咁有代表性。而喺2000年起啦，黃舒琪就退出演藝嘅生涯。佢最後一部參與嘅電視劇係2004年無線電視嘅《血戰軒轅》，而同期亦都同佢嘅細佬喺美國合資經營餐廳。而家黃舒琪主力喺中國內地接拍影視嘅作品，亦都會夥拍許秋怡作商業嘅演出。第5位，變態西裝友鄭浩南。喺1985年，21歲嘅鄭浩南憑住電影《愛神1號》入邊演出野性船長阿強嘅一角，同葉倩文夥拍演出，並且獲得提名金像獎最佳新人。之後導演徐克欽點佢喺《刀馬旦》當中飾演愛國青年凌不海，同林青霞、鐘楚紅、葉倩文等人同場競技，亦都因為咁啦，就拒絕咗吳宇森英雄本色 Mark 哥嘅邀約。而呢個決定亦都令到佢陷入之後10年嘅戲路樽頸。喺1993年，因為合約嘅糾紛啦，鄭浩南喺佢嘅日本前妻大島由加利慫恿之下，以電影《香港奇案之強姦》投身限制片呢個戰場。片中佢飾演衣冠禽獸嘅律師阿媽，用金絲眼鏡同埋西裝包裹住嘅變態靈魂，將合法侵佔嘅經律推向極致。而拍呢部戲呢，同當時嘅導演劉振強係有少少嘅爭拗嘅，因為佢話劉振強呢就應承過佢出街嘅時候呢就唔會剪到佢咁變態嘅，而出到嚟嘅效果就有目共睹啦。但係外賣仔以觀眾嘅角度啦，見到鄭浩南刀雕以蝙蝠嘅形態去打飛機，絕對令到我係拍案叫絕。而當發射嘅一刻，啲子彈射向牆嘅時候，有啪嘅一聲，直情令到我係甘拜下風。喺呢部戲之後啦，佢接連演出咗《赤足驚魂》、滿清10大酷刑之赤裸刑詞、邪殺等嘅限制電影。而喺邪殺當中，佢同彭丹嘅激情戲更加被影迷封為令人血脈沸騰嘅暴力美學。隨後佢拍完《衛斯理藍血人》之後，選擇全面退出影壇，專心喺馬來西亞打理生意。直到2005年，杜琪峰再次邀請佢客串電影《黑社會之以和為貴》，佢先至回歸香港影壇。佢演出嘅加錢哥一角，亦都係影迷對佢嘅永恆印記。第6位，再世西門慶單立文。出身於警察世家嘅單立文，自幼就接觸佢父親嘅黑膠唱片同埋母親嘅舞蹈音樂磁帶，為佢埋下咗古典搖滾嘅基因。1975年，佢同黃良星組建咗新 Kiss 樂隊，雖然因為理念不合而短暫解散，但係亦都為日後嘅合作埋下咗伏筆。1983年，佢同亞洲鼓王唐龍組建樂隊，以歌曲《Within You Remain》橫掃東南亞樂壇。呢首歌亦都被徐小鳳翻唱為《一念紅霞》，至今係有15種語言嘅版本喺全球流傳。4年之後，佢同黃良星、蘇德華組建藍戰士，憑住《豈有此理》斬獲亞太流行創作大賽嘅冠軍。
而佢同林憶蓮合唱嘅《下雨天》更加成為一個時代嘅記憶。但係冇幾耐，樂隊亦都解散咗。之後佢化身幕後嘅音樂鬼才，為張國榮度身訂造側面，亦都為梅艷芳打造夢伴嘅爵士靈魂。而佢同黃家駒之間嘅生死之交，更加係顯得傳奇。喺家駒昏迷嘅期間呢，佢日夜守候喺東京嘅醫院，試圖去叫醒家駒。而最終家駒都係離開咗，佢亦都係向香港傳遞呢個噩耗嘅第一人。喺1987年，蔡瀾揾佢食飯，咁兩個飲大咗嘅時間呢，蔡瀾就話：喂，我有部戲想彈俾你，就係做一啲妖怪鬥法嘅情節嘅電影啦，令到佢以為呢就係拍啲打妖精或者武俠之類嘅電影。點知道簽約嘅時候呢，先知道原來3部都係限制片。咁應承咗啦，就要開飯啦，咁都要做噶啦。但係佢堅持每次演出都要着住3角褲，令到對戲嘅演員唔會感到難堪或者感到尷尬。而喺其中一部作品《潘金蓮之前世今生》當中，佢飾演西門慶一角，獲提名第9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。1990年，佢俾王晶睇中，接拍《賭俠》，憑住侯賽因一角，令到佢開始為人熟悉。1993年，佢因為多次被傳媒捏造新聞，指佢拍攝過多嘅限制片而導致不育，壓力太大之下選擇離開影圈。咁佢就加入無線電視啦，而且分別喺《恨鎖金瓶》同埋1996年嘅《新金瓶梅》入邊再度飾演西門慶，故此咧就被稱為西門慶嘅專業戶。阿炮哥，呢條命你都真係走唔甩噶啦！其後佢持續演出電影劇集，直到2004年先至淡出銀幕。2010年，佢重返無線電視，擔任該台嘅歌唱節目《超級巨星》嘅評判。2017年開始，成為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邊嘅常駐角色。第7位，馬鞭大貨主吳啟華。喺1983年，20歲嘅吳啟華以 TVB 第12期藝員訓練班優等生嘅身份出道，喺電視劇《魔域桃源》入邊飾演亦正亦邪嘅慕容伯，憑住3分邪氣、7分俊氣嘅氣質嶄露頭角。但係之後連續10年都係飾演流氓大亨鍾偉信等嘅反派，令到佢陷入賤男專業戶呢個標籤。唔單止喺戲入邊俾萬梓良狂執一劑啦，連佢行出街嘅時候咧，亦都俾啲貨 van 司機鬧佢快啲去死咯仆街。所以之後佢同 TVB 約滿咗之後咧，就解約進軍電影圈同埋過檔亞視。喺影圈初期啦，都係飾演一啲閒角，直到1991年，俾幕後人員以愛情片男主角呢個名義誘騙佢簽約，誘騙佢拍攝《玉蒲團之偷情寶鑑》。到開拍嘅時候，佢先至發現，喂，大佬，點解全部都係床戲嚟嘅？到嗰時佢先發覺，原來合約入邊係暗藏住違約賠償數百萬嘅陷阱。咁佢唯有就硬住頭皮去拍啦。喺拍攝嘅時間，每日係面對數十個男性工作人員去圍觀床戲，同葉子楣嘅激情戲，更加令到佢恨不得揾個窿捐入去。但係好諷刺嘅係，呢部戲係創下咗接近2000萬嘅票房。喺第二年啦，佢喺滿清十大豪刑入邊飾演發明古代避孕套嘅楊乃武，用荒誕嘅演繹去對抗內心嘅掙扎。呢2部作品雖然令到佢短期獲利啦，但係亦都令到廣告商對佢嘅卻步，甚至俾 TVB 列入黑名單。到1996年，佢希望擺脫所有嘅負面形象，所以以零片酬重返 TVB， 接拍900重案追兇，用警察黃一正呢個複雜人設撕開咗佢之前反派嘅枷鎖。到1998年，妙手仁心橫空出世，佢飾演嘅腦外科醫生程志美，徹底扭轉咗觀眾對佢嘅認知，更加獲得 TVB 年度最喜愛角色獎。自從妙手仁心之後啦，吳啟華幾乎每部戲都係做主角，而當中亦都有好多係評價甚好或者係收視甚佳嘅。而近年佢主要都係喺中國大陸發展，間中係以部頭合約嘅形式為 TVB 拍劇。除咗限制片之外啦，其實吳啟華咧都係做咗好多嘅電影角色係深入民心。最能夠代表佢嘅，當然就係同周星馳合作嘅《九品芝麻官》。佢喺戲中飾演反派方唐鏡，同星爺有多場爆笑嘅對手戲。
而喺劇中多句嘅台詞，譬如大咩大，人咩人，打我一笨，都係令到觀眾十分難忘。第8位，民族之光曹查理。曹查理係有德國血統嘅混血兒。19歲嘅佢輟學之後，做過冷氣工人、股票投機者，甚至為凍肉公司收數。直到1982年，一支軒尼詩嘅廣告令到佢誤打誤撞闖入咗娛樂圈。初期嘅曹查理喺82家房客、警察故事等等啦，都係飾演反派嘅角色。雖然經常都俾啲主角打爆眼鏡啦，但係相對亦都令佢累積咗唔少嘅名氣。不過經常都係做呢啲配角咧，就根本唔夠開飯。1991年係佢事業嘅轉捩點，因為當時嘅香港限製片市場係好興旺，佢接演咗葉玉卿3部曲《情不自禁》、《我為卿狂》同埋《卿本佳人》。尤其喺《我為卿狂》結尾10分鐘強姦日本女星川上麗奈嘅戲份，足足係拍攝咗12個鐘，係逼真到導演王晶問佢：喂，大佬，你唔係禮真係嘛？呢一幕亦都被觀眾封佢為民族英雄，更加俾佢發現咗流量密碼。喺1992年到1993年間，佢狂拍咗40幾部嘅限製片。而整個演藝生涯係累積做過80部嘅限製片，曾經係幫佢月入超過8萬嘅港元，單日嘅片酬更加高達6萬。但係亦因為咁啦，就鎖死咗佢嘅戲路。既有嘅印象對曹查理可能係感覺猥瑣啦，或者係風月片嘅帝王。但係其實佢自己講過點解會接拍限製片。佢話：我拍攝限製片唔係因為鹹濕，係為咗尊嚴。當曾志偉佢哋可以喺台上邊攞獎嘅時候，我都好想證明自己都係票房嘅保證。真正嘅驅動力係我對行業嘅不滿。當紅嘅演員壟斷晒所有嘅正派角色，而我就可以憑住限製片去打破呢個僵局。佢哋唔敢接嘅，我敢。我冇細路仔，唔需要向邊個交代。而正因為咁啦，曹查理就同限製片畫上咗等號。而有啲可惜嘅係，金融風暴令到佢嘅千萬身家蒸發，而家都係輾轉喺夜場登台為生。而外賣仔覺得好多正劇嘅演員受到尊重嘅時間，其實曹查理都可以享有相同嘅待遇。喺競爭咁激烈嘅娛樂圈，佢明買明賣，亦都冇用虛假嘅外表去包裝。其實大家都係為緊同一樣嘢，想搵食啫。第9位。好腰好腎徐錦江。1961年生於黑龍江醫學世家嘅徐錦江，自幼隨父遷居香港。喺佢擁有嘅藝術天賦嘅指引之下，考入咗廣州美術學院。而喺香港發展嘅初期，佢曾經開設個人畫展，但係啲作品就唔獲得香港人嘅注意。亦都喺入行之前做過模特兒同埋夜總會嘅歌手。到1981年，誤打誤撞入咗無線藝員訓練班，同劉德華同埋梁家輝同班。但係因為佢彪悍嘅外形啦，所以長期都係喺跑龍套呢個漩渦嗰度掙扎。1987年，佢獲得電影《省港旗兵2》嘅演出機會。喺戲入邊，佢飾演臥底警察嘅突破性演出，令到佢一夜成名。90年代香港限製片起飛嘅時間，徐錦江做出驚世嘅抉擇。佢簽入王晶嘅電影公司，接連主演《玉蒲團之偷情寶鑑》、《滿清十大酷刑》等嘅30幾部作品。佢坦言呢個舉動並非為咗生計，而係演員係需要突破邊界。而佢喺片場亦都係以零緋聞所著稱。外賣仔覺得徐錦江可以稱得上係限製片入邊嘅體操選手。有2個場口啦，外賣仔係好讚嘆。第一嘅就係佢以龍舟掛鼓嘅方式抱住李華月喺樹林嗰度穿梭，以泰山嘅形式去不斷進行肉體嘅碰撞。另一個就係同葉子楣喺水中嘅激戰，每一下嘅衝擊都係無視咗水嘅阻力。作為男人嘅我係清楚，如果唔係有咁上下嘅腰力同埋健康嘅前列腺，係唔會做到呢啲動作。但係好可惜嘅係喺事業嘅巔峰期，佢因為連續咁拍戲患上咗抑鬱症。但係喺佢嘅太太馬藝姐嘅陪伴之下，重拾畫筆完成佢嘅自我救贖。喺2015年北京嘅徐徐丹青似錦江嘅畫展上邊，
佢嘅水墨畫作品係拍賣出百萬嘅高價，而佢咁多年所創作嘅作品，有部分亦都曾經喺巴黎大皇宮美術館展出，亦都獲得中國郵政印刷成為郵票圖樣發行。徐錦江嘅故事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縮影，更加係一個男人打破標籤、尋找自我嘅典範。第10位係武男終結者任達華。1955年生於香港警察家庭嘅任達華，童年嘅時間因為爸爸嘅殉職而陷入貧困。佢靠獎學金完成學業，喺70年代以模特兒嘅身份踏入娛樂圈。初期喺 TVB 嘅劇集，譬如《家變》、《新紮師兄》等等打磨演技，但係因為角色嘅受限啦，始終都未能夠突破。喺90年代開始，佢為咗養家糊口，所以接拍咗香港武男、赤裸羔羊等嘅作品。喺香港武男當中，佢將武男阿偉嘅優雅同埋掙扎演繹得淋漓盡致，而部戲亦都做出破千萬票房嘅好成績，亦都奠定咗佢喺限制片領域嘅地位。喺拍攝嘅時間，佢堅持專業嘅操守，用手支撐住身體，避免接觸到女演員。呢一種紳士風度，令到邱淑貞、吳雪文等嘅合作女演員讚不絕口。喺1992年，佢主演嘅《羔羊醫生》票房達到1300萬，成為當年限制片嘅票房第1名。而佢變態殺人狂嘅演繹更加係深入民心。而任達華飾演嘅限制片，好多部都係演武男嘅角色。我相信當時亦都因為咁啦，令到好多男性進入武男呢個行業咧係為之卻步。話大佬啊，華哥你 set 到個天花板咁高，點敢入行啊？喺90年代嘅中期啦，佢察覺到市場嘅變化，毅然轉型，同杜琪峰合作嘅 PTU 成為佢嘅轉捩點，亦都令到佢斬獲金紫荊獎嘅最佳男主角。喺2010年《歲月神偷》當中，佢撐起風風雨雨當中嘅鞋鋪，將底層父親嘅堅韌同埋溫柔刻畫得入木三分，最終亦都令佢捧起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嘅寶座。從限制片嘅爭議到主流影壇嘅認可，任達華用順勢而為嘅態度詮釋咗演員生存嘅智慧。正如佢喺《歲月神偷》當中嗰句台詞：做人最緊要信。任達華用半世紀去證明，真正嘅演員係從來唔會被標籤所定義。多謝大家睇晒呢一集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可以留言、訂閱、點讚。記住我叫外賣仔，下集再見。